家搞早，搞早。今仔日咧，这两个老师会甲咱做伙佚佗，还佫有讲故事哦，吼。细尾蛇讲，我介意食苹果，伊要食苹果后哦，咱来甲蛇的嘴掰开，嘿，苹果咧，苹果咧。 第一个巴肚，咱的手摸巴肚，伊讲第一个巴肚。我介意食金蕉甲苹果。我介意食。其实你前面讲就好啊。囡仔是会使同齐学足侪语的，只要你有互伊环境，你有对伊讲，伊面对一个可能听无介有的语言。 伊会透过你的表情啦、看图啦，啊了后去摇着你咧讲啥物。金蕉甲苹果，袂歹哦。伊是一个大脑神经科学家，伊讲建议大家吼，若是要互囡仔学第二外语，毋免先学英语，你会使安怎先学台语？伊当然讲足侪项的，台语是其中一个选项。为什么会使先学台语呢？因为 伊徛伫咧帮助语言发展的立场，伊讲囡仔学习能力足强啊，所以你应该要互伊先学发音较困难的语言，佮有语法较复杂的语言，安尼对伊的未来的语言发展较好。若是你有兴趣，不管是去来阮台语路的网站，还是讲阮的其他的讲座吼，还是讲亲子的活动，拢欢迎大家会使继续追踪来参加。讲台语真欢